贈送面積超多、戶型超好玩同埋變魔術般嘅戶型存在。喺呢一間房間咧，都係屬於一個全贈送嘅狀態嘅。呢個主人房，我覺得佢做咗轉角式衣帽間，其實仲可以兼顧到 king size 大床，仲可以放多個按摩椅，真係好嘆。咪咪咪，灣區生活無甩拖。大家好，我係咪咪。大家好，我係 Momo。今期咧，我哋又嚟到咗中山坦洲御風名門啦，一個咧，咪咪認為咧，贈送面積超多、戶型超好玩同埋變魔術般嘅戶型存在。冇錯啦。咁喺御風名門以往在售嘅戶型入面咧，佢嘅示範單位係改造咗非常之多嘅一啲有新嘅地方，以及佢嘅擺設嘅部分，令到我哋覺得原來坦洲嘅戶型都可以咁好玩。並且今次嘅新加推嘅21座咧，都係重現翻以往賣得超級好嘅128平方呢一個戶型喎。冇錯啦，咁21棟咧呈兩梯4貨嘅分佈嘅，01、02、118平方，03、129平方，04、141平方啊。咁單價咧已經開咗㗎啦，就15000至16500呢個區間啦。咁我哋現時咧已經喺呢個流動嘅落邊㗎啦。咁事不宜遲啊，我哋即刻去片啦！上到嚟我哋示範單位啦，21棟呈兩梯4貨嘅分佈，01、02、118平方，03、129平方，04咧就141平方啊。咁跟住鏡頭入嚟睇一睇先。呢個129平方咧，喺之前咧亦都有差唔多個戶型嘅出現啦，但係嗰陣時已經賣得非常之好㗎啦，基本上咧都係嚟咗咧就覺得佢呢個戶型咧非常之實用啦。咁我哋入戶嘅呢一個空間咧係屬於一個全贈送嘅一個狀態嘅，咁係高達咗8個平方啦。同時入戶玄關嘅位置咧，亦都係俾大家做咗我哋一 set 嘅一個採光窗嘅位置嘅。咁交付俾大家嗰陣時咧，落邊呢度咧係會有欄杆去作為一個交付標準啦，咁可以好好咁樣直望住我哋落邊嘅一個園林嘅位置，咁樓間距咧都係尚算係闊落㗎啦。延伸過嚟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嘅贈送嘅第2個位置，就係呢一間房間咧，都係屬於一個全贈送嘅狀態嘅。因為當時發展商佈建嘅時咧，係以一個結構連板去佈建嘅，所以咧做咗我哋一間房咧俾到買家嘅。咁呢一間房咧就可以design成為我哋入戶嘅衣帽間嘅位置啊，或者鞋帽間嘅位置啊。再唔濟嘅話，整翻個打機室都非常之唔錯喎。再延伸到我哋餐客廳嘅位置咧，可以見到係非常之驚人嘅一個尺寸。咁原本我哋交付嘅時候咧，呢一度係會有一間房間嘅部分，但係示範單位呢度咧係將佢剝咗，形成咗我哋6.2米嘅一個大開間嘅橫廳啦。咁企喺呢個廳嘅時候，我就已經諗緊呢間屋係應該點去 design 㗎啦。咁其實觀察到細節部分都可以見到你身後嘅位置插蘇位已經做好啦，所以呢個有可能係我哋嘅電視嘅位置。咁如果係放置 sofa 嘅話咧，放置喺呢度整翻一個雙面嘅 sofa， 但係呢一度係房間嘅牆嚟㗎嘛，咁呢一度都可以整翻一個功能區，譬如話我哋打下網球啊、跳下操啊，呢一個位置我覺得都相當之唔錯。如果喺呢一度跳操嘅話咧，又可以逼下自己啦。咁如果係俾翻咪咪做翻 design 嘅話咧，我覺得我爹哋咧紅木嘅茶台肯定係放置喺呢個位置，冇得輸㗎嘛。咁同時入到嚟呢個129平方嘅戶型咧，我覺得佢根本就唔似129平方，佢變魔術咁樣贈送咗非常之多嘅面積俾到各位買家。入到嚟咧，我覺得似180平方啲 super 大平層嘅感覺啊！咁我哋先去睇睇我哋陽台嘅位置啊。咁露台咧都係做咗我哋嘅隔音玻璃咧，去俾到大家嘅。咁呢個露台咧係高達咗4米嘅一個闊度啊，同時係可以喺上面增加翻我哋一個晾衫架咧，就可以完全去使用㗎啦。咁望翻出去景觀咧，都係望翻御風名門嘅園林景觀啦。Momo啊，其實之前咧有朋友同我講過咧，佢話喺坦洲睇樓啊，入小區歐洲風情，出小區就係一啲非常之有煙火氣嘅地方啦。同時咧，我都係咁認為嘅。咁嚟到我哋餐廳嘅部分啦，呢一度其實連接翻一個窗台嘅部分，開翻呢一個4線嘅明窗啦，都可以形成翻一個南北通嘅一個狀態。咁同時喺餐廳嘅後方咧，一個欄杆喺交付之後咧係可以打拆嘅。咁攝影師可以剔個近鏡啦，望翻我哋樓下嘅園林咧，整體我哋感官都係比較舒適嘅，同埋一個採光咧，南北通梗係冇得輸啦。
係啦，咁同時我覺得呢個餐廳嘅位置係可以完全咁樣放翻張非常之大嘅圓台都可以滿足到，因為佢整體嘅餐廳嘅開間咧係達到咗4米嘅，咁增加咗圓台之後咧，仲可以做翻一隻嘅餐邊櫃，連接埋酒櫃嘅位置。我驚地方大到大家唔知點樣設計啊！冇錯啦，咁餐台延伸翻過嚟就係廚房嘅位置啦。咁今次嘅交付咧都做到咗2扇嘅推拉門嘅一個活窗啦。咁同時佢係帶翻我哋嘅緩衝效果嘅，呢啲細節部分都有做到提升，相當之抵讚。咁嚟到我哋廚房嘅部分啦，整體呈現一個7字形嘅大廚房啦，咁洗廚煮啊，就算話3個人同時喺度幫手都係冇問題嘅，並且係保留咗我哋呢個7字形嘅活窗啦、採光啦，都可以開翻個窗通風都係冇問題嘅。最重要係咩啊？中意煮食嘅朋友，中意去 Sam 區嘅朋友，3開門嘅冰箱都可以任你擺啊！睇完咗我哋整體嘅飯客廳動區嘅部分，咁睇睇正區嘅部分啦。同樣地，屬於一條走廊咧，去分隔開我哋嘅動靜區嘅。咁先睇下我哋嘅第3間房間。呢間房間嘅面積非常之大，可以話係對比起其他戶型嘅啲主人房嘅大細。咁呢間房間面積去到13個平方，可以放翻大家最大嘅傾室大床。喺客房可以滿足到傾室大床同埋一個標準嘅衣櫃，以及我哋書台嘅位置。咁仲有非常之多嘅走動嘅空間咧，俾到大家嘅。係啦，咁對出嘅部分就係我哋客廁嘅空間啦，整體可以行動嘅空間都係比較寬闊嘅。再嚟到我哋企缸嘅位置咧，客廁都可以做到咁寬闊嘅企缸，咁呢一個位咧就毋庸置疑啦，係完全可以擺到我哋嘅浴缸嘅，喺客廁都可以擺落一個浴缸啊，觀眾朋友。好，咁睇睇第4間房間，咁呢一間房間咧都係我哋5間房入邊咧比較細嘅呢間房間，但係咧佢都達到咗9個平方嘅。咁我哋可以用埋呢個我哋嘅窗台嘅位置，咁贈送嘅呢個空間咧係可以做翻我哋一些嘅書台位，咁啱好搭配採光窗嘅話咧，俾小朋友喺度做作業咧對眼睛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呢間房間咧亦都係可以滿足到放低 Queen 室大床，做到3邊落床㗎。係啦，嚟到我哋主人房套房嘅位置啊，先嚟睇下佢嘅套間啦。咁整體嘅瓷磚咧都有做到上牆嘅，咁整體嘅色調咧都係比較溫馨嘅奶油風嘅色調啦。咁企缸呢度咧雖然擺唔到浴缸，但係大家去改造下咧都可以放得落嘅。咁正常去使用嘅話咧，都係比較寬闊，係呈一個正方形嘅一個造型啦。咁同時延伸過嚟咧，成個主人房加埋我哋嘅套廁嘅位置係達到咗28個平方嘅。咁因為廁所個門咧可能會正對住我哋嘅床嘅位置啊，所以咧 Mimi 有個小貼士俾到大家咧，就係可以做翻一個 walk-in 嘅衣帽間，轉角形咁樣可以遮一遮我哋廁所正對住床嘅呢個情況出現啦。同時呢個主人房非常之寬闊，頭先 Momo 係開頭客廳嘅時講咗咧，可以喺客廳跳操嘛，其實主人房都可以跳操。其實呢個主人房，我覺得佢做咗轉角式衣帽間，其實仲可以兼顧到 king size 大床，仲可以放多個按摩椅，真係好嘆。冇錯啦，咁如果喺呢個位置增加咗我哋張瑜伽墊嘅位置嘅話咧，時刻提醒你，唔單止喺客廳要跳操啊，喺房間咧都要跳操減肥啊！冇錯啦，今次裕豐名門嘅21棟家推咧，我覺得保留咗佢嘅優勢之餘咧，喺細節上面都有做到好多唔同嘅提升，我覺得係抵讚嘅地方。冇錯啦，咁裕豐名門咧出咗名嘅變魔術嘅空間咧，俾到業主去使用嘅。咁今次我睇咗落嚟之後咧，我覺得對比起之前嘅戶型咧，更上一層樓，以及現時一啲精裝嘅裝修啊，同埋啲細節部分咧，都係有做得比之前好嘅。咁你睇完咗呢個129平方，咁睇睇隔離嘅141平方啊，同樣地都係變魔術啊！咁我即刻出發啊！各位觀眾朋友，變魔術啦！不過唔係我哋兩個變，係個戶型變。點解咁講咧？跟住鏡頭入嚟睇睇啦。呢個141平方咧，同頭先129平方屬於一個鏡像嘅戶型啦，所以咧都係大差唔差嘅，只係咧面積咧多少少嘅啫。咁我睇下入戶嘅部分啦，同樣地都係有一條走廊啦，係作為贈送面積俾到各位買家嘅。同時睇我哋嘅採光窗，咁呢邊嘅採光窗望翻出去景觀咧，就更加多嘅園林水景嘅位置。延伸過嚟呢一邊嘅話，呢間房間咧都係屬於一個結構連板去佈建嘅，所以都屬於一個全贈送嘅狀態啊，可以做翻大家嘅影音室啦，或者係打機房嘅。再延伸到餐客廳呢度咧，同樣都係做咗個南北通嘅設計啦，並且交付嘅時候都係有一間房喺度，示範單位係將佢剝咗嘅。咁延伸到我哋嘅陽台部分啦，可以通過鏡頭見到啦，望翻樓下嘅綠植咧都係比較開揚同埋通風嘅，但係會有少少嘅樓體嘅遮擋啦，所以呢度都會建議大家做
做翻個風窗，咁我哋嘅踩腳空間多咗，但係又可以睇翻我哋園林嘅景觀，都可以保障得到。咁喺北嗰間書房之後，就形成一個橫廳嘅設計咧。咁整體嘅開間咧係達到咗6.4米嘅開間嘅。咁同我哋嘅4代宅咧就差唔多啦，好中意做翻橫廳嘅設計嘅。咁盡顯大氣同埋氣派嘅。咁餐廳嘅呢個部分咧都係可以放翻咗一張非常之大嘅圓台啦，仲可以增加翻我哋餐廳嘅餐邊櫃及酒櫃嘅設計嘅。同時身後咧帶有採光窗啦，都形成咗南北通嘅設計。再嚟到我哋嘅廚房嘅位置啊，同樣都係做咗7字形嘅大廚房啦，並且保留翻我哋7字形嘅通風窗同埋採光嘅位置，以及 king size 嘅冰箱喺一個戶型都可以保障到。跟住我哋再嚟睇下正區嘅部分先。係啦，咁都係一條走廊咧分隔開我哋動靜區嘅呢個區別啦。咁同樣第一動區睇完，咁先睇正區先。咁第一個咧先到咗我哋嘅客廁嘅部分。咁呢個客廁咧可以講係相當之寬闊啦。Mimi企入嚟之後咧，大家可以通過鏡頭見到啊，佢係一個兩邊嘅一個我哋嘅企缸位置嘅，所以呢個位置咧可以用翻嚟做翻大家嘅浴缸啦。咁北上到嚟啊，浸翻個泡泡浴都幾唔錯，幾蝦條下嘅。係啦，再嚟到客廁旁邊嘅客房嘅部分咧，整體都係比較方正嘅，但係呢一度咧會有少少嘅凹凸位，但係我哋可以利用翻一個位置做翻一 set 嘅我哋嘅書台啦，望翻出嚟嘅採光都係相當之唔錯㗎。係啦，咁呢一間房間咧，可以話係呢個戶型嘅第4間房間啦。大家可以通過鏡頭見到有幾咁誇張啦。咁呢間房間咧係可以放翻非常之標準嘅 queen size 嘅大床啦，仲可以增加翻我哋兩邊嘅床頭櫃同埋我哋衣櫃嘅位置嘅。並且我覺得咧喺呢個積入邊講咧，放 king size 都絕對冇問題啊。戶型太誇張。係啦，再嚟到我哋主人房嘅部分。好啦，我哋開始變魔術啦。係啦，我哋嘅 cameraman 咧先 take a shot 俾我哋嘅呢邊嘅呢個區域啊，大家可以通過鏡頭見到啊，其實佢係進行咗一個小改動嘅設計嘅，咁將呢一間房間嘅牆咧拆過去，咁喺呢邊呢個位置咧增加咗一埲牆嘅，咁將我哋嘅主人房同埋書房嘅位置咧就合二為一啦，咁中間夾住就係我哋嘅套廁嘅位置嘅，咁呢一個書房嘅位置咧可以俾大家咧做翻我哋嘅功能房或者係茶室啊，亦或者係加班嘅一個地方啊，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如果係 Momo 做 design 嘅話，我覺得佢會變成佢嘅健身室啊，或者放翻張瑜伽墊喺度督促下自己，逼下自己減肥。咁再嚟到我哋正常嘅主人房呢一度啦，都可以放翻張 king size 嘅大床，並且做翻一些嘅衣櫃啊，同埋書台同埋遊戲機嘅一個電腦嘅擺置，我覺得係完全冇問題嘅。呢個主人房非常之闊落同埋大氣啊！咁其實我哋之前咧有同朋友傾偈啦，跟住咧佢都會同我分享咗話房間大啊就可以放翻 king size 嘅大床啊，但係對於我爹哋媽咪而言咧，佢覺得其實1.5米嘅床就夠㗎啦，因為轉一個身咧，對方喺邊度咧都攬唔到。咁今次咧為大家展示咗21棟嘅2個戶型啦，雖然話118平方嘅佢未開放佢嘅戶型展示啊，但係唔緊要，我哋都揾翻舊時同佢相同戶型嘅一個示範單位去為大家做到一個展示。好啦，咁我哋即刻出發。好啦，Momo，其實我哋唔使過去隔離嘅樣板間，樓下咧亦都有我哋嘅清水啦。咁都帶大家睇下我哋嘅戶型格局究竟如何。去展示翻最真實嘅冇化妝嘅樣俾大家睇嘅狀態。咁入門嘅位置咧，都係會預留翻一間房俾到大家嘅。咁呢一間房咧，係可以用作我哋嘅儲物間啦、雜物間啦，都係冇問題嘅。係啦，咁喺呢一個清水入邊咧，佢係將呢間房咧、呢間縫牆咧打咗佢，咁融合埋個廚房嘅位置啊，可以形成一間非常之大嘅 open kitchen 嘅一個狀態嘅。咁唔知係咪中意開放式廚房嘅朋友啦？咁延伸過嚟呢邊嘅話咧，我哋可以通過鏡頭見到佢係有咗一個生活露台嘅位置。咁呢個咧係比我哋頭先提嘅129同埋141平方咧有好處嘅地方咧，就係佢多咗個生活露台啊。咁洗衣機同埋烘乾機咧可以全部放喺呢個位置，仲可以做埋我哋嘅晾衫架。再嚟到客廳嘅部分啦，咁呢一個咧其實都可以改造嘅位置有好多嘅，譬如話我哋呢一埲牆咧都可以打一半，咁身後嘅房間咧可以形成一個我哋嘅電腦台啊、書台啊、收納櫃位置啊，融合翻嚟個客廳咧都係冇問題嘅。咁整個嘅我哋嘅餐客廳嘅開間咧係達到咗4米嘅開間闊度啊，咁係尚算係非常之闊落㗎啦，可以放翻大家嘅大嘅 sofa 同埋家私啊。咁同時咧露台嘅位置咧都係同我哋嘅餐客廳咧係同寬嘅。
嘅，都係達到咗4米嘅開間嘅。咁呢一邊嘅朝向咧就係朝翻我哋嘅落邊嘅園林嘅位置嘅。咁綠植相對嚟講咧會較多少少。並且咧喺中間嘅位置咧，仲可以望到遠處嘅小小山景啦，咁尚算都係比較開揚嘅。係啦，咁延伸過嚟，我睇下我哋嘅正區嘅位置啊。咁呢個118平方咧，名義上面咧係做咗4間房嘅。咁入戶嘅部分一間房咧，我哋如果將佢打拆咗之後咧，我哋入邊咧仲有3間嘅睡房咧，可以提供俾到大家嘅。咁第一間房間，如果頭先大家有聽到 Momo 嘅話，係將呢一埲牆拆咗一半嘅情況之下，形成一個我哋嘅開放式嘅書房嘅位置，其實呢個設計都係比較唔錯嘅，因為我哋嘅書台嘅位置可以 set 喺呢個位置啊嘛，咁又可以同我哋嘅餐客廳嘅人咧進行一個互動嘅。咁如果就算唔改造嘅話，呢間房間嘅 size 亦都係可以滿足到 king size 嘅大床，以及兩邊床合體，仲可以做埋衣櫃同埋書台嘅位置嘅。咁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就係呢啲嘅窗台位全部都係可以進行打拆嘅。咁對出就係我哋客廁嘅部分啦。咁再延伸翻過嚟，我哋第3間客房咧，整體嘅空間都係比較方正嘅。咁對出嘅部分咧係會有少少嘅遮擋，但係依家係完全冇燈嘅狀態。咁採光度嚟講咧，都尚算還可以嘅狀態。係啦，咁最後嘅部分就係主人房嘅部分。咁主人房嘅套廁位咧就 set 喺呢一個位置嘅。咁防水咧基本上都係已經差唔多完工㗎啦。咁延伸過嚟呢一邊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個空間啦。咁都係帶咗一個曲尺窗嘅一個設計嘅。同樣地，呢一個飄窗台嘅位置都係可以進行打拆嘅。咁形成一個多嘅踩腳空間咧，俾到大家使用嘅。咁呢一間主人房嘅 size 同樣地都好大。咁今次咧都可以話我哋係展示完今次新家推嘅21座嘅3個戶型啦。我覺得每一個戶型都有佢嘅，即係佢交標嘅部分咧都有佢嘅一個提升啦。咁一啲細節上面，我覺得做到都係非常之唔錯。係啦，咁御風名門出咗名，就係贈送空間多，同埋可以使用嘅空間都係非常之多嘅。呢個118平方咧，就相對嚟講係比較方正嘅戶型咯。咁我哋睇完咗3個戶型，我覺得觀眾朋友心目中咧應該都有佢想要嘅答案㗎啦。咁我哋今期咧就帶大家睇咗21棟嘅新家推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隨時 contact 翻上方嘅電話，揾翻咪摸摸帶嚟實地睇睇都係冇問題嘅。咁我哋今期嘅節目咧就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